有線電視財經資訊台 Aviva 日日 Money Cafe 係由英國最大保險集團 Aviva 特約播出。La mer qu'on voit danser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。歡迎收睇 Money Cafe 啊！嗱，清姐啊，我咧睇過有篇文咧寫，哇，其實咧香港人咧對於台灣一啲興趣嘅口味咧都轉變緊啊！嗬。係啊，咁啊我哋移船就冚啊嘛，我見隔離嗰個檔口阿張士佳都寫得咁過癮，咁啊一齊過下癮咯，拉大隊上嚟講下台灣啦。咁啊因為近期咧市場都幾熱烈去討論啊，自從咧舊年12月立委嗰度咧選舉，哇喺國民黨真係大勝之後咧，跟住話3月啦正式咧就真係。賣牙係啊，賣牙啦，肉搏啊，跟住就贏咗啦。咁而家國民黨咧嚟緊520之後咧，哇就係正式入主係啊，會跳啦，一片新天啊，衰咗8年啦。咁其實如果係好似炒股票咁樣，我哋都係揾一啲咧 trade recovery 嘅。啱啊。用翻同一個方法得唔得？得，絕對係應該係咁做咯。即係好老實，即係香港而家咁，香港又難炒，大陸又難炒，你始終你要喺個熊市啊，雖然有爭論係熊市定牛市啦，但係其實你唔好理係熊市牛市都好啦，始終你都係前上面嘅蟹貨一大堆啦，係嘛？咁你梗係揾一啲即係而家 recover 緊嘅 market 會好啲啦。因為熊市裏邊我哋都揾到啲牛股噶嘛，咁或者喺一個熊嘅大環境裏邊都可能有個牛嘅地方噶嘛。咁你因為絕對會啦，個問題係喂真係衰咗8年喎，即係個經濟方面咧係8年都冇乜起色，同埋你如果有去開台灣玩啦、旅行啊，有時候公幹又好、旅行好，你除咗個101，仲有起咗啲乜嘢？即係仲有咩新嘅建築咧？你嚟去都係去西門町啊，去翻嗰啲係啊，去翻嗰啲地方，即係變咗你係好似。咁多年嚟都好似冇乜嘢新嘅發展啊！咁同埋一樣嘢其實咧自由行咗好耐㗎啦，係資金自由行走晒㗎啦，上晒上海，上晒東莞，佢哋行咗走咗，係咯，佢走咗，唔係去台灣，咁你冇計㗎喎，跟住外資又唔係咁多投資，自己嘅又走晒去，咁你。而家突然間可以翻來啊，未必可以即刻翻嚟嘅，但係起碼你有個誘因，個氣氛已經好大啦。同埋外邊唔好啊嘛，梗係翻啦。咁你全球唔好，咁你話擺喺邊度啊？你其實見到分佈呢幾個月嚟全部 positive 㗎，即係台灣啊，全部都有人打資金入去㗎，咁點解啫？咁就算唔係我哋信阿羅傑斯都話啦，佢話想搬去台灣啫，不過佢成日都話做到話搬去啦。但係佢真係佢都睇到呢樣嘢啊，即係好呢個成日大 trend，即係成個大 trend 你冇得搞嘅。我記得咧，呢個 trend 形成咗咧，通常唔會咁易逆轉。呢咁快啫，冇咁快，有排啊！即係有啲人話怕貴，因為我哋可以睇下究竟係有幾貴啦台股嚇。但係其實我係留意呢樣嘢留意咗好多年，不過咧就等。我記得喺多到咧係唔知92定93年嘅時候，10幾年前已經留意過馬英九呢個人嚇，因為佢靚仔。呢個係啦，嗰陣時更加靚仔啦，而家靚佬啦嚇。咁喂，因為你同佢同一間醫院出世，我都想係沾唔到呢個光。但係你睇下，你嗰陣時咧，我最記得係我睇一個新聞，我係睇台灣報紙嗰陣時，點解咧？佢居然可以咧，即係香港都有㗎，就係咩咧？佢關心啲農民，唔係耕田啲農民喎，係住喺個農屋入邊嗰啲人喎。咁你香港人都會關注嘅，即係香港嘅高層啊、高官啊會關注去睇下咯。但佢唔係喎，佢唔係去睇下，佢唔係入去一陣間，佢住一晚。即係你睇到一個。即係有結果派阿葉劉，咁你諗敲佢嘅10幾年前，10幾年前佢走去住一晚，你睇下呢個人即係幾有嗰種毅力。即係當其時當然有人勸佢啦，佢都已經係官嚟㗎啦嘛。咁點解仲可以咁樣？我已經覺得呢個人好勁跟住紆尊降貴。係啊，真係咁你諗下陳水扁差唔多冇人贏到佢㗎嘛，係得佢可以係去贏佢，跟住你而家。即係今次係我諗住冇咁大比數拋離，跟住大比數拋離之後咧，其實咧
起碼一樣嘢去做到第一樣嘢，即係話俾你聽，台灣人民即係台灣人啦嚇，係好想轉變，好似美國，好似美國而家咁，特別好想搞嗰個經濟，即係報復式咁樣去投另一個。喂，你連台南、台中嗰啲諗住係諗住即係嗰啲係人心思個票倉唔喺嗰度，唔係佢哋噶嘛，係咯。係咁你可以睇到嗰個人，首先人心先，人心係真係想變，即係到得真係好睇唔過眼啊！個經濟搞到咁樣，咁你可以諗下，喂，衰咗8年，咁跟住落嚟會點咧？會唔會嗱？當然啦，亦都睇翻國際嘅大環境啊，你知台灣美國撚得好緊要，科技含量係啦。高。咁如果佢唔掂咧，會唔會都拖低佢咧？我諗都會嘅。所以其實我就覺得你應該揀股咯，即係你喺入邊咧，你應該揀咯。即係入邊係有好多學問要去嗱，我掹車邊嘅，我絕對唔係專家，我都喺度而家喺度日日喺度讀緊書、温緊功課啊，我都係學習緊嘅。咁有啲分嘅咩分 manager 啊，幫手啊，即係飲下茶、傾下偈，即係過啲料啊，大家研究下。因為人哋真係睇開台灣㗎嘛，我唔係啊嘛。咁但係都學到好多嘢，睇到好多嘢。即係其實入邊咧，香港人其實應該將個視野咧，我覺得嚇應該係唔好淨係睇嚟睇去2628啊、2318啊，即係睇嚟去857啊，睇香港呢啲，其實應該可以睇下，喂唔好睇咁遠啦，巴西我買唔到咯，唔識買啦。大中華咯，有好多香港人兩岸三地嘅，你應該要留意咯。A 股邊隻打邊隻都搞唔清楚。係啊，應該係要睇下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我哋要將我哋嘅錢擺喺最容易賺錢嘅市場。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定係嘅，即係我仲係 top down 嘅，都係中意睇。即係你始終你擺喺嗰度衰極，我諗有個譜咯。但係你喺香港蟹貨一大堆，你係要去搏嘅，咁你可能係真係好反覆啦。起碼搏得好似嗱，佢最近升得好好，咁前一排又跌得咁緊要，你會好反覆咯。但係其實我諗台灣跟住落嚟咧，就會行翻好似之前可能冇咁犀利 A 股咁樣咯。一個大 concept。成個炒上去，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喺嗰度炒，你會容易好多咯。嗰時 A 股升嘅時候，你真係剔好多隻，眯埋隻眼都 OK。係啊，都 OK 嘅喎。咁我覺得台灣遲啲係會係咁樣，但係而家未係，因為而家一個健康嘅調整啦。因為始終都未到520嚇，咁啊到520，我諗要嗰時應該又會再起步。同埋真係馬英九係好聰明嘅。你睇翻佢啦，即係你睇大環境啦。我哋啲唔識睇，我哋唔係咩政治專家，但係我哋睇好多嘢咧，睇佢講嘢咧，好似佢政選嗰時講明佢唔會同大陸唔會去訪問大陸，唔會咁樣。但係咧，佢啊，係私底下哇，即刻完全國務論壇係啊，握晒手咁樣，即係佢用一個咁樣嗱，又冇即係開出嘅期票同呢個選民又冇去微共，但係佢做到嘅嘢喺經濟上係大家係有偈傾。咁你其實分 manager 都係睇啲嘢嘅啫，資金都係睇啲嘢嘅啫，睇下究竟個大環境係點，跟住細環境係點。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睇下你揀咩股咯，跟住。但睇大環境嘅話，頭先你就話你原來馬英九多個 fans 啦，但係你睇話香港人嘅即係一啲嘅投資嘅取向，其實咧自從咧碌咗落嚟之後咧，嗱學你話齋，香港人好多都有畏高症嘅。嗱，如果我哋睇譬如話加權指數咁啊，而家由即係之前低位7000幾點咧，都上翻嚟9000點。嗱，如果香港人好容易個畏高症又會發作嘅喎。係啊，其實舊年10月30號啦，同埋7月26號啦，台股咧都係去過高位嘅9800幾點咁啊，但係當時7月26同埋即係嗰啲817啊、10、30啊咁嗰幾個日子咧，佢啊同環球嗰個股市咧嘅高低位咧都幾吻合噶嘛。尤其10月尾同7月尾嗰兩下，咁嗰陣時嘅9800，依家我哋都未見翻。好多人就認為啊，馬英九咧登場之後咧，或者520前後咧，嗰個台股啦、台灣加權平均指數就會抽上去1萬噶啦，破新高。總之咧，國民黨得咗咧就1萬，如果國民黨唔掂咧，就由8000掟翻到6000，好多人都咁睇。但